去请你说吧哇 I want 了啦我想今天下午了是呢 드린 시도 와今天了 드린 시도 evening 哇今天下午去了是呢로 와看了是呢到와电影了是呢 movie 와 lunye了와 OK 我 드린 아니 시도 라 movie 当卡中意读了但是以那样没有了是呢没把와好电影了是呢 lunye ya po mindu了是以那样lunye ya po mindu了是吧就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아니 가바당이了是打电话给我的了是呢你给了好朋友了是呢主播呀不记了吧 best friend 了啦 good friend 是吧你给主播啦가바당이了是想和他一起去运动想了是呢 want 了对吧是吧和他了是呢可念的一起去了是呢用的做吧是吧开始加做运动运动了是呢旅子呀我就旅行了是吧可念的旅行用的其他终于做错了是但是他说今天身体不舒服但是以那样他说了是呢可给勒不说是吧今天这里身体不舒服了是呢是不对我民度了说了是不舒服了是呢对我没办法以那样可给勒不说了是这里是不对我民度了说了是吧我们只能去商场买东西我们我做了只能了是呢但马去看没了他没办法只能去了是呢做商场了是从空了从空买了是呢牛娃东西了加了当我做从空呢加了牛哈马做干没穷索了是我们看见我做给通索了看见一条了记录过了漂亮的裙子了是呢裙子了是婆婆的做给没有就是看个短讲嘛了了讲嘛你就是通索了是漂亮的裙子他喜欢白色你看高了个一度了是白色了是穿着高了喜欢了是呢 like 高我喜欢黑色我拿不了高月了是黑色了拿不了但是以那样黑色的裙子了是呢讲嘛拿不的有点了是呢第一次了贵了是呢空钱不讲嘛拿不的第是空钱多了是所以现在我买了你愿意了我买了两条了是呢你可我就在你两条白色的了是呢高我是吧高我你愿意了是嘛是可能拿不了高的那拿不的第是空钱不的现在可以高我你愿意了是一条给自己了是呢记你说说理了给了是呢这不着自己了是呢说说一条送给他了是呢记得送给了这把的 give 他了是呢可他可能出没的可能这个了是答我想今天下午去看电影但是没有好电影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想和他一起去运动但是他说今天身体不舒服我们只能去商场买东西了我们看见一条漂亮的裙子他喜欢白色我喜欢黑色但是黑色的裙子有点贵所以我买了两条白色的一条给自己一条送给他